開始走財友方向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個塔拉灘光復場。咁塔拉灘係咩嚟嘅？塔拉灘係中國入邊一個荒灘啦，即係入邊係原始係一個類似沙漠咁啦。咁佢係完全係做唔到任何嘢嘅。咁直至到開始即係電力需求大增啦。咁點解電力需求大增？就因為 AI 啦，AI 需要好大嘅電力。咁光伏就係其中一個綠色能源啦。咁啊，開始就可以有個發展嘅方向。咁就啱啱好呢個塔拉灘就符合晒所有嘅條件。咁佢哋其實係有好多時咧，啲事咧係要做咗先會見到個方向嘅。但係佢一開始就去鋪呢個太陽能板啦。咁鋪完之後咧就會面對好多問題嘅。佢嗰陣時係唔知嘅。咁咩問題咧？咁開始就因為嗰啲沙漠係好多啲細沙啦，啲細沙越有風一吹就會吹爛晒嗰啲光伏板啦。咁啊好落好大嘅損失嘅。咁佢哋會點樣做咧？咁佢哋咧就諗到其實喺沙漠度可以養啲草嘅。咁養草都有啲咩好咧？因為養草咧，發覺嗰啲太陽能板一鋪完之後咧，嗰個風力就減少咗啦。跟住個地下個本來係好熱噶嘛，因為啲太陽曬住會好熱噶嘛。咁遮住個太陽能板咧，就相對地降低個溫度。咁降低個溫度咧，咁就令到啲草開始適合到草嘅生長啦。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太陽能板係需要定期去清洗嘅。咁清洗完之後，咁佢啲水咧就會跌落去啲地度，同埋佢哋音差好大嘅，即係到夜晚咧會有啲水珠凝喺嗰個太陽能板度，會跌落去啲泥土度，咁樣形成到可以啲草可以生長到。咁另外之後就會有問題咧，之後就會嗰啲草就生到好高啦，咁啊遮住啲太陽能板就影響到啲光能發電啦。咁嗰啲人會點做咧？咁嗰啲人開始就揾人嚟除草啦。不過發覺除草其實係非常困難嘅，因為嗰個地方好鬼大。咁卒之佢哋諗到其實可以放羊啦，即係啲羊可以去食嗰啲草。咁就放咗，開始就用試驗式就放咗啲羊去啦。咁啲羊就食咗啲草，食啲草咧，發覺啲草係啲純天然嘅、純大自然嘅草。咁啲羊生長得非常快同非常健康。另外啲羊咧就會屙啲屎屎啦，屙啲糞便落去啲草地度，咁啊令到啲草地更加肥沃。咁啊啲草地更加肥沃，咁啲草又更加生咗。咁啊成個生態出咗嚟。喺呢個故事入邊，你係發覺好多時咧，你唔係諗到成個計劃你先去做嘅。你係先做咗，發現問題，然之後諗辦法去解決，咁先會有成功嘅。好似我開始創業嗰陣時咧，咁啊都諗唔到要做咩嘅。其實諗唔到，嗰陣時諗咗成2年都係唔知做乜嘅。咁啊開始做咗先咯，開始去寫啲 demo 應用軟件。咁啊寫下就會有啲客嚟揾我啦。咁有個做貿易嘅揾我，咁先開始發展到零售啊，同埋其他有銷售嘅系統啦。例如啲餐飲啦、啲美容系統啦、洗衣店系統啦，全部都係用呢個零售，即係用呢個貿易系統改翻嚟嘅，即係零售系統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個市場話俾我知道啲咩啦，例如個租借漫畫嘅客走嚟揾我，咁佢都係做呢個漫畫租借嘅。咁揾我就寫咗個漫畫租借軟件，跟住市場話慢慢話俾我知，原來可以 apply 到去呢個光碟嘅，即係啲 VCD 啊、影碟啊咁樣。咁我先可以揾到個方向，就係買呢個影碟租借系統。咁到時呢個第一桶金就賺咗翻嚟。咁慢慢發展嘅話就越嚟越多軟件，咁啊揾好多唔同嘅人，面對好多唔同嘅問題，咁啊去解決。咁啊呢個先係創業嘅一條路。你要先開始去行，先會有呢個方向，先會有路可以去做。咁今日分享就咁多啦，拜拜。